头所等的台湾来看屏东的东港甲竹田，伫一昨透早拢传出着庆声。一个嫌犯举着长枪，先到东港被害人徛过门前，向这个铁门连开20外枪，刷落来，搁到被害人位伫竹田的生理场，搁来开20外枪，是互附近的乡亲话要带死。这警方接到通报，马上要来抓人。嫌犯知影家己走无路路，伫案发1点钟后诈枪投案。伫昨透早5点外，有一台轿车驶到屏东县东港的中正路2段停落来，一个查甫人落车，佮举一支长枪，开始对民家厝开枪，连开20外枪，甲铁门拍甲规个拢是枪孔。过来听一个声，我就起来啊。嫌犯对东港离开了后，阁来到竹田乡的交流道附近，对一间店家继续开枪，放伫边的车辆嘛真无辜，拢互拍着，脸啊嘛破去啊。一个放炮的声安尼尔。警方到现场搜证，枪口有20外个，嫌犯家己知影走袂去啊，伫案发了后无偌久，家己诈枪去投案。发现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涉案，并立即查明涉嫌人为陈姓男子。警方讲，姓陈的嫌犯和被害人，敢若几啊年前都发生过财务纠纷，要继续追查伊的枪击来源。不过，就伫案发同一天下晡，救助向一间沙龙和公司，互另外一位嫌犯驶无共的车辆弄大门。因为这3件案件的时间和地点拢相拄好，警方已经掌握对象，全力来追查，要调查清楚到底敢有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